创世纪第7章大水。上主对挪亚讲：“你甲恁全家拢着入大船，因为这世代的人，敢若你伫我的面前是义人。所有礼仪上清气的精生，你着带7只公的，7只母的；无清气的精生，你着带1只公的，1只母的。白鸟嘛着带7只公的，7只母的，通伫全地团整。搁过7日，我要落雨40年40日，将我所造一切的画面，拢对地上消灭。挪亚就拢照上主的命令去做。大水伫地上泛滥的时，挪亚600岁。挪亚甲伊的囝、伊的某、伊的新妇，拢入大船，闪避大水。礼仪上清气的精生，甲无清气的精生白鸟，甲地上得白的动物，拢一对一对，有公的有母的，去挪亚遐，照上帝对挪亚的命令进入大船。7日后，大水伫地上泛滥。挪亚600岁迄年的2月17迄日，深渊的水源裂开，天顶的水门拢拍开，雨落40年40日。就伫迄日，挪亚甲伊的囝闪、含、雅弗，甲挪亚的某，以及伊3个新妇，拢入大船。所有的野兽、精生、得白的动物、有死的画面，以及白鸟，各照因的种类，拢甲挪亚全家进入大船。一切有生命的画面，拢一对一对去挪亚遐进入大船。所有入大船的动物，照上帝对挪亚的命令，有公的有母的，上主就甲大船的门关起来。水伫地上泛滥40日。水涨悬，将大船挺起来，互船对地面浮起来。水势真大，伫地上直直涨起来，船伫水面漂流。水愈涨愈悬，甲天下的悬山拢淹过。水比山悬7公尺，山头拢互水淹了了。地上所有的画面，包括白鸟、精生、野兽、规群得白的动物，以及所有的人，拢死。所有伫地上用鼻孔喘气的画面，拢死。地上所有的画面，拢受消灭。人甲精生、得白的动物，以及空中的白鸟，拢对地上消灭。只有剩挪亚以及遐个甲伊伫大船内面的犹活着。大水伫地上泛滥150日。